主后2026年5月初10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困境中的上赞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137篇第10到第9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诗篇第137篇。阮坐伫巴比伦的河边，一想着锡安目屎就流。阮将琴吊伫遐的柳树，伫遐掠阮的人叫阮唱歌，苦楚阮的人爱阮，互因快乐，讲，甲阮唱一条锡安的歌。阮伫异邦，哪唱会出敬拜上主的诗歌？耶路撒冷啊，我若袂记得你，就互我的正手摕去，袂弹琴。我若袂记得你，若无看耶路撒冷做我的第一欢喜，就互我的舌念伫顶墙，袂唱歌。耶路撒冷沦陷的日，异邦人讲，甲伊拆毁，甲伊拆毁，甲伊拆到地基。上主啊，求你袂记得迄日。巴比伦城，你应该受毁灭。你安怎对待阮？遐个照安尼对待你的人有福气。掠你的婴仔摔伫石板顶，迄款人有福气。困境中的上赞。1989年，我人踮伫非洲伫进修，捌谈过思念故乡、亲人甲教会的苦涩心情。我远在非洲，亲像坐踮巴比伦河畔，思念家乡的以色列人，想咧袂禁得，就感觉悲伤。当当时虽然身踮自由国家，但是毕竟是异乡，内心犹原难掩苦闷甲担忧。我苦闷甲担忧的是，厝里的人是毋是有平安？牧师娘和囡仔的生活是毋是有顺利？爸母的身躯是毋是有勇行？伫苦闷和担忧中间，我只有举起双手向上主祈祷，一心仰望伊的恩典。诗篇137篇一开始就讲到受掠远离家园的以色列人民的忧伤甲思念。受掠的见效，填饱着因的内心，致使因常常坐踮巴比伦河畔，看家乡的方向得吼。踮异乡遭受磨难和侮辱的生活中，以色列人誓言要永远记牢耶路撒冷和锡安山，因为这是因国家和信仰生活的中心。这种思乡的心情，只有离乡背井的人才当体会有共鸣。近年来，有袂少国家因为战争导致人民流亡成做难民，包括乌克兰、叙利亚、苏丹和南苏丹等。2022年，乌克兰面临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上大规模的人道危机，超过800万人被迫离开家乡，成做难民。叙利亚自2021年爆发内战以来，相款有大量难民逃到其他国家，到今还无法度返去故乡。也有非洲的苏丹、南苏丹也因为内战甲饥荒，导致人民流离失所，因就亲像以色列人同款，饱尝苦难。伫第7节到第9节，诗人恳求上主记牢以东的罪恶和巴比伦的暴行，甚至咒诅巴比伦遭受同款的报应。但是想看觅，以色列人为甚物流离失所呢？
为什么离开上主为因背叛的迦南美地呢？追根究底，是因离弃上主，背逆伊的心意，行伊所憎恶的代志。因为安尼，今仔日的经文也提醒咱反思，家己的灵性是毋是处点流离失所的境况呢？伫我牧养的经验中，发现袂少信徒每主日拢会来教会坐一下，但是散漫无敬心的态度，就亲像灵性流离失所，偌尔啊可惜啊！在我看，即种信徒和难民无两样，因的生活虽然安稳，灵性却亲像难民共款无根。兄弟姊妹，着趁上主通憔悴的时找伊，趁上主近看的时求救伊，努力活出伊所喜悦的样式，尽力尽心服侍听咱的上主。若直到性命拄着困境，才感觉家己离上主真远，减毋是伤慢啊！伫咱周围，相信还有真侪人伫世俗的罪恶中流动。咱安怎找到遮个人，佮帮助因踮困境中犹原坚信挚爱上主，永袂离弃因呢？或者是当咱心寒艰困的时，犹原会当举头仰望上主，愿咱激励上主，佮求伊帮助咱。默想，拄着困境的时，我要安怎上赞主？我要安怎陪伴遭遇痛苦的人，甲上主的安慰带互因？拄着困境的时，我要安怎上赞主？我要安怎陪伴遭遇痛苦的人，甲上主的安慰带互因？咱来祈祷，安慰人的上主，我要举手称颂你的名，学了你的慈爱，就算拄着艰难，相信你必定会将目屎化作喜乐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